上港的人气团体原子少年土星伫舞台顶唱歌跳舞，将现场气氛插到上高点。台南购物节购潮趴伫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西门广场热烈登场，市长黄伟哲嘛出席为购物节做宣传。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，只要凭发票上网登录，就有机会抽中汽车、电动机车、机票、iPhone 14等侪侪好礼。黄伟哲嘛当场宣布，搁加码几台汽车。那今天我们在这边有 Toyota 的这个车长，那市长要再宣布一个我们的大奖，是一部 Toyota 的汽车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场还阁有台南好物展售会，市长嘛一一甲每一个单位做互动。台南购物节嘛将展开一系列快闪活动。目的就是要带动消费人潮，想要了解更较侪资讯，会当上台南购物节网站查询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